你而家噏緊乜春啊？我是想同我的兒子買一杯涼浸浸的飲料，他方才玩球玩得滿頭大汗，此時此刻他應該比較頸渴。請問實 Q 大哥哪裏可以買得到？正話剝濕你嗰塊石頭是我抌的，因為我需要投石問路。你條友講嘢都幾撚怪下㗎喎，可唔可以正常返啲啊？這位大哥別動氣，是因為評論區有粉絲同我講，他說我講的廣東話過於通俗，他們聽不明白，因此在這一集裏面我講嘅所有廣東話會相當之文藝。Q 大哥啊，我同你交咗咁耐時間，連離地喺邊撚度啊？你一早咁撚講咪聽得明咯。下次問路冇抌石頭啊，爭啲剝穿我個頭啊！投石問路家陣唔興噶啦，拍下我膊頭咪得咯。嗱喺後邊啊，便利店。叫你炒個冰啫，咁多花神嘅。哇，係奔走生可樂炒冰啊！喺呢一個熱辣辣嘅夏天，嗒翻啖真係解暑啊！你唔食啊，老豆？呢度咧搞緊活動啊，要買2杯先至會送 ABC 噶。ABC 同生可樂係絕配嚟噶嘛，成為50蚊。唔係啊嘛，咁撚貴嘅，大辣辣50蚊喎。你呢度嘅生可樂炒冰食咗會發光嘅咩？50蚊，貴到飛起啊！貴你又食，找錢啦！